律師樓最寶貴嘅資產係時間，但超過70%嘅時間竟然係花咗喺重複起草、研究文件、整理內部知識同整 PowerPoint 上面。每年有大量可計費，工時白白流失，客等得心急，團隊又做得辛苦，競爭優勢仲慢慢消失緊。企業級 AI 文件生成引擎，只要輸入重點就可以快速產出專業提案、報告同法律文件初稿，完全符合貴司嘅風格。香港律師樓實測，準備提案同報告嘅時間少咗80%，每位律師每日平均多咗2至3粒鐘去做計費工作。贏單率同客戶滿意度明顯升晒。AI 研究同知識管理模組自動總結長文件、過往案例同內部 template， 瞬間生成盡職審查摘要、風險清單同 SOP 檢查表。實測證明 ，doing diligence 同研究時間縮短咗80%以上。資深律師可以專心做高價值分析，整體辦案效率升咗40%左右。AI 簡報工具一製就將文字變做專業 presentation 同培訓教材，仲會自動加埋視覺元素同圖表。實測準備簡報時間少咗85%，會議呈現更加有說服力，幫律師樓更快爭取到中大型企業客戶。呢套開箱即用嘅 AI 律師管家，專為法律專業人士設計，完全符合保密同合規要求。企業實測整體生產力升咗40%，非計費時間大幅減少，大概6到9個月就已經回本。等貴司可以專心提供高價值嘅法律服務，贏得更多優質客同市場競爭優勢。立即預約 AI 律師管家企業演示，等你嘅律師樓喺6到9個月內見到可量化嘅真實回報。